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很有精神，感谢神的带领，让我们很平安的又度过一周了。那也感谢神的带领，回转大家的脚步，一起来参与晚上安息日的聚会。那也非常感谢天上的真神带给我的感动。小妹每次在准备下一次的讲稿，都会为主题很苦恼。那也因为将这些苦恼交托给神，在祷告中圣灵的挑战，那自己在准备的期间就有一些主题的方向。那每次选择的主题也都是小妹我本人要去学习的课题，那也将我想要学习的课题跟大家一起做勉励分享。那当然，这个分享里面不代表说小妹对圣灵跟真理就有很多的了解，那一定是不断的学习，就像我们的信仰一样，是没有终点的在学习。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全然为主。那选择这个主题，我主要谈的是服事。服事的主题我们有听得到，已经听了很多次了。那这一次是由小妹的视角去分享服事的这个主题。那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先来读经，《哥林多后书》5章14到15节。哥林多后书5章14到15节，新约圣经252页。好，我们再重复一下，哥林多后书5章14到15节，我们这边一起念，预备念。众人就都死了，15节，并且他替众人死，那是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阿们。再来，我们一起翻罗马书1章，更正罗马书的12章1节。罗马书12章1节，在新约的更正新约的222页。罗马书12章1节，预备念。所以弟兄们，神的慈悲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从这2段经节里看到，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借着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在永生得到盼望。当我们用感恩的心服侍神，当然一定是我们是把我们所有都献上，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在教会做工。那得救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要服侍跟做工。那我们就常常说服侍，那服侍有哪些呢？其实大家不用把服侍想得太过于大，但我们也不能把服侍想得太过于小。今天我们坐在会堂里面，一起来聆听神的道理，这也是服侍，这也是圣工。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有神的道理在我们身上，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我们才能感动到被服侍的人。那除了听道理，那主领接待、领诗、诗琴、诗班人员、管理人员，以及教会的教员、炊事等等，以及在座的各位，我们现在都在做服侍这件工作。那教会中的服侍指的又是什么呢？就是在教会中侍奉神。那当然还有在生活上侍奉神，可是我们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谈的是在教会的侍奉。那侍奉神这件工作是非常神圣的，所以我们又称它为圣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要服侍主的人，要先服侍人，要能服侍人的人，才算服侍神。小妹这边再重复一次，要服侍主的人，要先服侍人，要能服侍人的人，才算服侍神。那接着我们再来一起翻圣经马太福音25章的40节，马太福音25章的40节，新约圣经38页，25章40节，预备念。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然做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阿们。这边记载到，我们以爱心做在弟兄最小的身上，也就是做在主的身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服事，在圣经上面讲得非常的清楚。那这边谈的就是说，这就是服事，还有我们为什么要服事。身为基督徒，我们都明白，我们生而基督徒，我们就是要服事神。但是我们毕竟是人，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弱点。那服事久了，我们难免会在服事上面的方向跟目标会有一点偏移。接下来，小妹这边会列出几点跟大家一起做参考跟讨论。第一件事情就是第一点，服事中的专一。服事中的专一在指什么呢？我们这边再一起来读经，罗马书12章7到8节。罗马书的12章7到8节，我们一起念7到8节，预备念。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义气；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我们从这段经文记载来看到，保罗勉励我们要专一的服事。保罗这边指的专一，在原文里面，它还有忠心、忠诚的意思。那专一的相反词是什么？专一的相反词就是分心。当我们分心了，我们就自然没有办法把所有事情做得尽善尽美，甚至会带来更多的问题。那小妹这边拿个生活的例子，分心的例子，可能点出来大家会比较有概念。例如我们常看到新闻报道，新闻报道会常说某位机车骑士或是驾驶人员，他在边看手机边驾驶的状况下，这是不是分心了？对，这个就是分心了，然后导致他后面发生了事故。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日常生活中分心这件事情，它所带来的结果是很不堪的。那既然我们都知道生活中分心所带来的结果，那我们将它放在服事上面呢？如果服事上面，我们一边做服事，一边关注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看，那这么一来，我们就很容易把我们的情绪被别人影响带着走。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情绪低落，在感情上面，我们也很容易受伤害。服事上的在我们服事上的分心，等于说我们从焦点在神身上转到人身上。一个服事的工人，如果我们常常专注在不如意的事情上面，以及被别人伤害的事情上面，服事只会变成重担。那这样我们服事就不再会是令人愉悦的，不是在令人喜悦的事。所以保罗这边勉励我们说，服事要专心，才能被服事的人，才能被我们服事的人安心。一边服事一边抱怨，不仅会让人感受到在神的工上面是没有诚意的、没有真理的，更会让服事这件事情会让被服事人感到不安。就像是我们的配偶会希望我们的彼此的关系会是专一的，家人希望我们的陪伴是专一的，一样的，我们的神希望我们在服事上面是应该是我们的神要我们在服事上面是专一的。第二点要跟大家讨论的是服事中的自卑与骄傲。我们服事久了，我们都会在乎人的眼光。那有时候也许是会在意别人眼光，会是骄傲的。那不止骄傲，在意别人的眼光，也有可能会是自卑的。当然，这个人的眼光也包含你自己看自己的眼光。我们的服事主要的对象是神。刚刚我们在经节里面也有读到，就是因为我们坐在众弟兄姐妹身上，我们坐在慕道者身上，也就是对人的部分，多多少少我们还是会听见对自己的好的评价跟不足的评价。真耶稣教会在敬拜上面跟外教会有非常不同的方式。我们真耶稣教会在敬拜神的时候呢，我们是用心灵跟诚实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同于外教会，他们
他们会拥有很多不同的乐器，还有很多的方式去做敬拜。那接着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撒母耳记上》16章7节，《撒母耳记上》16章7节，在旧约的351页。我们看后半段第7节的后半段，有小妹这边读经。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在这边，撒母耳记上在第16章7节这边有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耶和华是看内心。这边也记载，又再重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的服事在意别人的眼光，或是我们的服事只是为了自己要得荣耀，即使受到别人的奖赏跟赞美，那未必是得着神的喜悦。如果我们无法得着神的喜悦，那我们做的工跟外面的志工又有什么差别？我们所做的工无法得着神的喜悦，那我们所做的工跟外面的志工有什么差别？我们服事到最后，多多少少还是会在意人的感受，在乎了人的评价而变调。但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做圣工的目的是感念主恩，不是为神工作。这从我们刚刚读经的上面都有记载，在为神工作，我们不求回报，我们不求掌声。再强调一次，全部都是以感念主恩为侍奉的目标。这样我们在侍奉上面才会得以快乐，我们在侍奉上面才会做得长久，也能够得着神的喜悦。也不会因为我们在侍奉上遇到困难就来埋怨神，更不会因为遭受到别人的误会和比较，放弃了服事。第3点想跟大家谈的是，服事时要有谦卑和谨慎的态度。在一开始，我们有翻罗马书的12章1节，12章1节中间有记载到，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神是圣洁的，我们的服事是站在神的前面。我们都知道，人非圣贤，不能见主面，所以服事的时候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要将自己在圣灵上面的杂质把它去除。那小妹这边也分享一下。我有一个很好的属灵同工，他在东京待一阵子，然后也有在东京教会做服事。在分享他的服事经验之前，我先讲一下，又有另外一个朋友，非主内的朋友，他也在日本工作。他有分享说，在日本工作例如说你是服务业例如说卖衣服的，你在摸到衣服之前，你要先站在门口说你好，你好，还要算人哦，会帮你算的。你说了你好之后，他进来逛的人有几个？他们称这个叫 KPI。如果说你第一阶段你说你好，你好，进来的客人有达到他的 KPI 上面的数字，比如说1000人、2000人，一定要进来逛哦，他才会开始让你摸层板上面的衣服。只是摸你还不能折哦，日本它就是有一定的那个流程。这是他们日本人的文化，让他们把这样谨慎的文化带到教会里面。那以上我会称这位同工叫姐妹。东京教会对于服事很严谨。那曾经东京教会有安排姐妹做事情的工作，在事情之前，教会的长子在安排之前，会先跟他告知这件事情。我们要安排你事情哦。那之后呢，他就会跟你说，那我们会有一个面试，什么样的面试呢？他要在一定的时间，长子会坐在他的前面，还有长老嘛，他们会坐在他的前面听他施行。那大家听了可以，那也看到说他来聚会的次数其实是很稳定的，那就会帮他安排事情。所以不只是施行这件事情，包含接待、音控，还有教员以及诗班成员，都会用很严格的方式去做审核。目的是什么？就刚刚提到的谨慎，对工人的谨慎的选择。
所以他们在选择工人的时候，他们是透过实际的操作跟演练。那我们再拉回到旧约时代，耶和华拣选了祭司在会幕中做服事，祭司在圣所服事，并将一切荣耀归于神。这个服事是非常神圣的，因此要保持洁净，不可以沾染自己，以免圣洁的神不会居住在民中，不会居住在民心。我们在强调这个神这是很正式的神，也代表说是对神的一个尊重，他们并将一切的荣耀归于神。那除了保持洁净之外，你的行为也是要非常的注意自己说的话，自己的行为，还包含了我们的服装，任何事工都一样。所以对于教会的服事，我们用谨慎的态度，而不是想做就做，今天心情不好了就不做，这样子去看待。服事是因为神，感谢神，所以我们谦卑的服事。我们要用谨慎的态度，我们要用谨慎的态度为主而做，我们才能够跟同灵一起同工。因为我们谦卑下来了，同灵之间的沟通才会流畅。所以这边还是要再重复跟各位强调，同工之间没有竞争，我们只有彼此尊重，互相支援。我们只有彼此尊重，互相支援。这也是照着主耶稣基督下的新命令，彼此相爱。我们一起翻开圣经，约翰福音的13章，约翰福音的13章34节。这边更正一下，约翰福音的13章34到35节，在新约189页。我们一起念，预备念。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没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这边很清楚的记载着，耶稣说，若我们效法他的爱，就能彰显出我们是他的门徒。那我们想一下，他人看待我们教会是争执的、嫉妒的、是分派结党的吗？还是说是从我们彼此相爱中看出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神的门徒呢？这个经节常常在聚会的时候，负责人或是长子都会翻到。每当聚会的时候翻到这个经节，小妹也会再次的检视自己：我做到彼此相爱了吗？我做到彼此相爱了吗？所以其实人是很健忘的，我们只有不停的聚会，我们才能在每一次的道理中提醒自己要归向神。第4点，要跟大家谈的是服事中的盲点。今天在服事中的盲点里面，小妹要谈的是过度的依赖经验。过度的依赖经验，我们常常在服事中会很过度的依赖经验，而忘记我们最重要的是在服事中充实自己跟学习。那小妹这边一样分享一下我的属灵同工，那一向会称姐妹。我有位属灵同工，她年纪比我长很多，但我们一直都是同工的关系。她常常会担任翻译的工作，她翻译主领的中文翻译成阿美语。虽然她对翻译这个工作非常的流利，她也是老师了，可是她常会在她翻译结束后，尤其是安息日的中午吃完饭，她又开始在检视自己刚刚翻译的内容有没有不精准的词，又重新再给自己检讨自己，然后再持续去查她不懂的词汇，然后去询问教会比较年长的长辈。即便这个事工他很熟悉，他也愿意不断的花时间去学习跟进步。另外再分享一位我自己也是很好的属灵同工，以下也称姐妹。我有一位很熟读圣经的同工，他今年27岁，年纪比我小，可是他在大学的期间，也就是18岁开始，就很常参与葡萄园的工作，那也参与各项的辅导
导师、教会辅导员的工作。他在大学4年，他每一年都有去参加神训的课程，一直到他出社会也是持续的在上神训课程的社会组。在去年他满26岁的时候，担任教会的宣道股。那在这个年纪当宣道股一定是不容易的，也感谢神教会很愿意栽培。在他接宣道股的当下，已经开始筹备接下来教会的主领的事工。其实教会的工作很繁忙，属事的工作也很忙碌，生活上也有很多的私事要去处理，但他没有因此而停下脚步。社会组的公文一下来，他就马上排假，开始报名要去做灵修的课程，精进自己在道理的追求。他仰赖的，从他身上我看到的是，他不是仰赖过去领导的经验，而是向神求进步。有时候我们做相同的工作，做久了，在服事上我们会凭着自己的记忆力，还有累积的经验去服事。我们因为习惯了，所以常常会忽略到我们的侍奉其实是要求进步的。求进步中，我们可以透过不足来反省跟修正。就好比今天小妹站在前台这边跟大家做分享主领的工作，即便我很经常的在复读圣经，但如果我没有来聚会，我没有持续的读经，我没有持续的进修自己，我没有花时间跟神交通、与灵交通，那我在主领的工作上一定是没有方向的，也没有感动。一样的，若教员没有花时间去备课，只是按着自己的记忆去上课，当学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的时候是潦草带过的，那我们又要如何去喂养我们的小羊？又要怎么样去做学生学习的对象？学生没有学习的人，只能学习他现在眼前看到的老师，所以这很重要。如果诗班没有固定的练习时间，出席不稳定，平时没有灵修，心里没有感动，我们又要怎么将歌词都是神的话传达出去、传染出去呢？若我们传福音，我们不断用相同的方式，没有持续补足信仰上面的灵粮，我们又当如何用神的真理来和慕道者交谈？若服事的果效不是荣耀神，就没有造就人；若服事的果效不是荣耀神，就没有造就人。我们需要静下心来，在服事上做调整跟修正，而不是抱着没关系，就跟之前一样就好的心态。我们的服事是神的工，我们是无法靠自己的经验还有能力成事的。我们要记得，我们今天所做的工，神没有与我们同工，我们是没有办法成的。我们只能做，成不成在于神。接着我们一起来翻圣经，撒迦利亚书的4章6节。撒迦利亚书4章6节，在旧约113页。旧约113页。撒迦利亚书4章6节，我们一起念，预备念。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里明明确确告诉我们所做的是依靠神，依靠神才能成就每一项服事。那现在我们花一点时间，请大家眼睛闭上，我们来回想一下。还记得我们第一次领诗的时候吗？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当教员备课的时候吗？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当主领的感动吗？还记得各项事工在被第一次安排的心情吗？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是战战兢兢，生怕自己没做好神的工，并且认真的做足事前的准备。所以每一次的服事，我们都要当做第一次，每次都是一个全新的侍奉。在侍奉在新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将自己归零，而且要谨慎。当然，经验是很重要的，但经验我们是拿来汲取的。好的经验我们继续维持，不足的我们透过祷告、同灵之间的彼此提醒。
情，我们做调整，调整后再全力的交托给主，尽力侍奉。第5点，想跟大家谈的是，服事要随时准备，服事要随时准备。教会的服事没有大小的分别，没有说主领的工作就大，代祷的工作就小，绝对没有。我们一起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的16章10节，路加福音16章10节，新约106页，16章10节，预备念。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无益，在大事上也无益。阿们。当在小事上忠心，才能成就更多的善功。若我们在服事上没有预备好自己，装备好自己，不仅仅我们自己知道，被服事的人知道，神也知道。我们在服事上都没有好好的装备自己跟准备自己，不止我们自己知道，神知道，被服事的人也一定知道。我们再来翻一段经节，出埃及记的17章8到13节。出埃及记17章8到13节，在旧约的90页，稍微长一点，但我们一起读经。出埃及记17章8到13节，预备念。那时，亚玛力人来在利非地和以色列人争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与亚玛力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这个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力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当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前，他就坐在上面。两人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这段亚玛力人战败的记载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若当时摩西没有为这件事情祷告，约书亚所带领的百姓是没有办法在这个战争里面打赢的。那我们刚刚在一开始有提到什么是服事，参加聚会也是一样，一件非常重要的圣工，也是让教会继续成长的很大的关键。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间教会都没有人来聚会，主领人没有讲道的对象，也没有人领诗，没有诗情，那教会会慢慢的萎缩下去。也正因为服事没有分大，没有分小，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趁还有呼吸的时候，都把握自己，把握机会，让自己准备周全，会实现上。传福音这项工作需要非常大的准备，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道理，才能感动需要道理的人，才能抵挡攻击道理的人。当然，随时准备不是只有在我们的恩赐上面，心灵的准备也很重要。我们要随时都有被神呼召的准备。当事工来临时，我们也因着信心，相信神必给予。我们都不要先急着先拒绝而推迟。那小编这边也分享，在去年回来前镇教会，那我有15年的时间都待在北区。当我在为自己计划去年要回来的时候，已经将北区的事工先做好交接，交接的同时也打来教会问诗班有没有缺班人，那希望老师可以用我愿意做。那一回来前镇教会，因为那时候还在学期间，那教员的那个学期间还没跑完，那我就是去
马永贞老师跟他说，我在北区是担任教员，那我现在可不可以以旁听的身份，就是在旁边看这边的上课的状况做学习？那感谢神，只要你预备好自己，不管你在哪里，神都会有你。再来，我再分享第6点，明辨是否为神的旨意。我们要如何明辨是否为神的旨意？小妹也不知道。即使我们问了长职，我们也不会得到神的答案。我们只能透过祷告，我们自己要问神：神啊，我在这个时间，我在这个环境，我应该要做什么？神啊，你为什么差派我在这个家庭呢？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在这间教会聚会呢？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在这边工作？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在这边读书？我们要相信，一切都有神美好的计划。可能神要借着我们完成一部分的工作，所以在我们人生当中，要一直不断的问自己这个问题，以及跟神交通，跟神问说：我现在应当做什么呢？这就是保罗问神的问题。那我们一起来翻圣经《使徒行传》22章的6节，《使徒行传》22章6节，在新约的197页。我们从22章的6节，我们一起念到10节。好，6节预备念。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什么？突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这边记载到，保罗在被拣选之前，他一直都是在逼迫基督徒的，而且他是在逼迫基督徒这件事情上面大发热心。因为他当时候还没被神呼召的时候，他觉得逼迫基督徒这件事情是对的事。直到后来，我们看到从第6节开始，这边就记载基督的光照到他，于是他就问了2个大灾问。第一个问题，他说：“主，你是谁？”好，他在寻求了主。第二个，他说：“我当做什么？”我们再细读一次哦。第10节这边说：“我当做什么？”保罗问的不是我想要做什么，而是我应当做什么。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是否有问过神这样子的问题呢？神创造我们，我们应当为神做什么呢？我们应当做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事。神给我们每个人的计划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有一点相似，但绝对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论计划是什么，我们都要问神，我们也都应当完成。在以西结书有提到死活物啊，以西结书提到死活物，然后在新约启示录也有提到死活物。启示录这边提到死活物，它有提到人的形象，是提醒我们在世上不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要以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为先。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事，我们都要顺服神的旨意，要时常的提醒自己，要提醒自己说，我们今天所做的都起头是因为神，我们是为神。所以我们不是凭着人的意思去侍奉，而是顺服神的带领。接下来我们也在持续的翻圣经，撒母耳记下7章1到5节。撒母耳记下的7章1到5节，在旧约的386页，我们念1到5节哈。7章1到5节，预备念。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居。
单说：“看啊，我就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在这里。”亚当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耶和华的话临到亚当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圣殿居住中？”阿门。从经上记载，我们都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想要建造圣殿，我们从这边看到，连先知第一时间都说好，然而这却不是神的旨意。再来，我们再读一段经节，我们一起翻开出埃及记的2章11到15节。出埃及记的2章11到15节，旧约的70页。2章11到15节，预备念。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的弟兄那里，他看他的重担，见了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曾就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2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愿做我的手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法老王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逃避法老，逃往伊甸地居住。阿门。摩西40岁的时候，为神大发热心，他想着要为以色列百姓做一些什么。但神认为，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神认为那时候的摩西还有所不足，还不是时候，于是就派他到旷野，在那边磨练了40年。有时候我们服事会感到不顺利，或是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想想，是不是因为我们还不够顺服？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个不顺利的当中去向神祷告？当我们思考我们还不足的时候，我们也要想想，神已经赐下圣灵在我们身边，并且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花时间祷告之前，也要想一下神为我们做的工，这样祷告上面才有果效。神自然会派适合我们的工，让我们在神的殿里为他做服事。所以我们知道服事中交托祷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小妹也分享当时在其他教会服事的时候，事工人员在聚会之前都会一起祷告。例如哪些工作呢？接待的人员、领诗人员、诗情人员、主领人员，我们会一起在会堂祷告，为稍后的工作预备。同心求主与我们的灵同在。那在我们本会，负责人也很常宣导这件事，告诉我们的事工人员提早到教会，提早预备。那事工人，负责人已经讲过了，但每次还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要自我去检视一下，我晚来是因为什么？那找到原因的时候，我们就修正、调整自己，我们才能做出好的榜样，去喂养我们下面的小羊。好，接着呢，我们再翻开一个经节，提摩太后书的4章7到8节。提摩太后书的4章7到8节，在新约的305页。4章7到8节，预备念。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护他喜悦的人。我们将自己献上全然为主所用，我们的服
不是当下虽然很辛苦，但当主来临的时候，我们回首看自己已经为神打出一个美好的仗。那接下来呢，小妹这边会分享一段影片。那先说明一下影片的来源。影片的来源是由我们真耶稣教会所制作的《屋檐下的时光》。那总会他做这个的目的是要鼓励大家信徒们做家庭祭坛。但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时间跟机会去做家庭祭坛这件事。那也非常感谢神的怜悯，让小妹有机会在安息日晚间跟大家做个分享。我们都知道主内一家亲，那于是我就打算利用5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做家庭祭坛。家有真爱张满婷，以心传承和家乐，大家平安。这里是屋檐下的时光，希望愉悦的香气常飘布在你所爱的家人身边。赶走心中的鸷鸟。做圣工，献上与悦纳是两回事。魔鬼最厉害的伎俩，就是让神的仆人一样在做圣工，但是却轻易地夺去做工的果效，而当事人浑然不知。圣经记载一个亚伯拉罕的小动作，就是在他献祭时，祭肉还没有被发烟的炉烧着火把经过前，有鸷鸟飞下来要吃祭物，这时他就把鸷鸟吓飞了。圣经说，亚伯拉罕就取了些来，每样劈开，分成2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鸷鸟一般会解释为空中属灵气的魔鬼撒旦。祭肉是要献给神的，但是献上与烧尽蒙悦纳之间有个时间差。日落天黑表示是一段超越期望的长时间，这时间差是为了考验神所要的另一重要因素，因为线上还包含神所要的态度，而态度往往是在时间延迟时才会出现。曾有大学医学系招考推荐甄试的医学生，会在考生等候的考场上演一出戏，类似有学校工友抱着公文走到考生中间，突然身体不适昏倒，公文洒满地，看看这些准医学生有什么反应。若放下手边工作去关心的，就可录取；若只顾自己无动于衷的，就会莫名其妙落榜。当时这所学校的发言人说，对一位医生而言，技能固然重要，但是医德却是能不能成为好医师的重要依据。医德就是态度。我们做圣工，神的悦纳与否，与我们做工的心态有关。若存心骄傲，就容易被魔鬼夺去做工的果效。因为神并不悦纳为荣耀做工者自己的祭物，例如产生这件工作没有你是不行的等种种错误想法。又如当保罗还是扫罗时，将拿公文逼迫信耶稣的基督徒，认为就是热心服侍天上真神的行动。像这样自以为是的祭物，虽然献上了，还是会被鸷鸟般的魔鬼给夺走。
想当然人所献的最后达不到神前。当鸷鸟般的魔鬼出现在圣宫中时，要把它赶走，要安静下来，要思想神的话语，要归荣耀给神，不要落入魔鬼骄傲的试探中，要告诉自己是神在做工，我只是器皿。所以做主公前，要先省察，是否是神所喜悦的。若不是，忙了半天，会不会只是自害？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每日借着读圣经、祷告神，修正我们的脚步与做工的心态，借着神的话语实践归零的信仰生活，使心平静安稳。相信如此一来，魔鬼就无法利用心高气傲的方法，从我们的身上夺走神喜悦的馨香祭物。那最后我们一起来翻一段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1到8节。哥林多前书13章1到8节，新约圣经242页。13章第1节，预备念。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你跟我想象的凡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人，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度过这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供给穷人，又舍己身，叫人得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到这边，他们这个经文我们常用在婚姻里面。当我们回来翻圣经，这个是保罗书信里面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我们仔细看，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目的是要勉励信徒们同工同行。所以在他回到新约哥林多前书13章这边，我们知道爱，我们常听到的爱的真谛，其实就是写给同工的。这里面也包含了神对我们的爱，我们要如何对同工的爱，才能够成就在新约耶稣所说的彼此相爱。今天的晚间聚会到此，愿一切荣耀归于天上的真神。我们一起唱诗416首，416首。一个是
施工带导。那这边也要为我们的教会各负责人带导，以及我们的传道，大家的工作都非常的繁重，我们不要忘记帮他们的工作祷告，帮他们的心灵祷告，因为一切都是在成就神的工。让我们一起同心跪下来祷告。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做教会的工作的报告。感谢主耶稣今天晚上两人姐妹用全然为主的题目来做勉励的确我们是在神的面前都是无用的仆人那么一切都是为了感谢神而做的那么刚刚小弟比较能够感动的是他说我们圣工人员在做工之前都是一起来会在主的面前祷告，这个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有时候匆匆忙忙就冲进来都比较不好了，应该不管是做什么圣工，都应该提早来做准备的一个工作，求神带领。不管今天做得好不好，反正我是为主而做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心态的问题，好像我们教会好像很有目的的样子什么都要计较这样不好因为你是来教会敬拜神，感谢神赞美神不要一再东张西望，在计较这个计较那个这样好像自己捆绑自己好像放不开，这样子可以领受神的恩典愿主耶稣祝福大家今天晚上我们的聚会明天早上的早祷读经的主灵是杨修弟兄好，那我们聚会到此结束，大家互道平安，起立，敬礼，不要。